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大潭峽石橋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坑頭精彌勒佛樓正方丈。作品屬於壽山優質嘅坑頭精，好嘅嘢要大膽收，將嚟你會感激我，免得到時後知後覺先至問有冇呢個石種。有嘅都已經係升降機嘅天價。手上呢件老舊精地嘅壽山坑頭精，而且呢堂式別具風儀，咁乾淨嘅，亦都只有水坑嘅石頭先至能夠到達咗呢種晶瑩通透嘅透度感。作品晶瑩乾淨，通體潔晶，純正情切，猶如玻璃咁晶瑩嘅。肌理裏邊有幾點坑頭特徵嘅針，全個張大堂式穩穩嘅包裝感，係舊物承傳落嚟嘅印記。石性穩定，南北通用，其色澤淡雅怡人，明豔動人，變幻無窮嘅。石質溫潤，似有靈韻蘊蓄其中。咁樣嘅美石喺壽山存量真係少，實屬不可多得嘅瑰寶。主題圓雕仙佛彌勒，圓潤嘅作品一尊，刻畫精細細琢，別具一番韻味。面部嘅雕琢亦都好夠經典，大肚能容，形神皆妙。喺慈眉善目間呢，盡顯豁達之態。佢嘅線條婉轉流暢，刀法嫻熟精妙，毫厘之間呢，盡顯匠人嘅巧心獨運，意趣高雅。喺堂式嘅坑頭精裏邊增添咗幾分古樸同埋深邃幽曠。